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录下卷第20章。过无偌久，摩押人甲阿门人，阁有一寡米乌尼人做伙来要攻击约沙法。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讲，对海迄边以东遐有大军队来攻击，因现在伫哈西顺塔玛，就是阮基地。约沙法非常惊，决定要恳求上主，宣布犹大全地禁食。犹大人就组织求上主帮赞。犹大逐个城拢有人出来找求上主。约沙法就伫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大会中，徛伫上主圣殿新的埕的头前，祈祷讲：上主，阮列祖的上帝，你敢毋是伫天里的上帝？你敢毋是万邦万国的主宰？求你的手有权能，有气力，无一个会当对抗你。阮的上帝，你捌伫你子民以色列人的面前赶出即个地的子民，将即个地永远赐予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。因就住伫即个地，搁为着荣耀你的名，伫遮起圣殿，讲：若有灾祸临到阮，无论是刀剑、疾发、瘟疫、饥荒，阮要徛伫即间圣殿的头前，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的患难求救你。你要听来解救，因为你临在伫即间殿。早前，阮的祖先出来击地的时，你不准因侵犯阿门人、摩押人甲以东人的土地，阮的祖先就誓对别条路，无甲因消灭。现在，因来要赶着阮离开你赏赐互阮做产业的土地，因竟然安尼回报阮。阮的上帝啊，你无要责罚因是无？阮无气力通对抗这个来攻击阮的大军队，嘛毋知着安怎做。毋过，阮要仰望你。犹大众人甲因的细汉囡仔、因的某、因的囝儿，拢徛伫上主的面前。迄时，上主的神伫大会中临到雅哈瑟，伊是利未人亚萨的后代，马他尼的元孙，亚利的曾孙，比拉雅的孙，撒加利亚的囝。伊讲：犹大众人、耶路撒冷的子民，甲约沙法王，着注意听上主对恁安尼讲：毋免因为即个大军队惊吓失胆，因为战争的胜败不在伫恁，是在伫上帝。明仔载，恁着落去迎战，因对西斯山坪上内，恁会伫耶路伊勒旷野头前的山谷口拄着因。犹大甲耶路撒冷人，即边恁毋免出手交战，恁只有排阵徛地，看上主安怎解救恁。毋免惊吓，毋免失胆。明仔载出去迎战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约沙法额头拍伫涂骹，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嘛拍伫上主的面前，敬拜上主。哥哈宗族甲科拉宗族的利未人，拢徛起来，用极大的声称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隔日，因早早起来，出去提哥哈的旷野。出去的时，约沙法徛地讲：
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住民听我讲，恁着信上主，恁的上帝就会徛在，信伊的先知就会得胜。伊甲人民参详了后，就设立唱歌称赞上主的人，互因行伫军队的头前，称赞圣洁尊贵的上主，讲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伊一个唱歌欢呼的时，上主派埋伏的兵攻击遐个来攻打犹大的阿门、摩押甲以东人，才会对敌就受拍败。阿门甲摩押人攻击以东人，将因全部剿灭。剿灭以东人了后，因两族搁互相残杀。犹太人到旷野的守望台，要看遐个大军队，坐看到神尸倒甲满世界，无一个逃脱。约沙法甲伊的军兵来抄战利品，找到真侪精生财物、衣服、宝贝。坐甲带落去，因抢3日，因为物件真侪。第4日，因聚集伫比拉加的山谷，因伫遐称赞上主，所以迄个所在叫做比拉加山谷，到今仔日。约沙法带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欢欢喜喜倒去耶路撒冷。因为上主互因赚赢对敌，因弹琴弹瑟歕喇叭来到耶路撒冷，进入上主的圣殿。周围列国听见上主赚赢以色列的对敌，就真惊上帝。安尼，约沙法的国太平，因为伊的上帝赐伊四境平安。约沙法继位的时3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犹大王25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索巴，是利希的查某囝。约沙法行伊老爸亚撒的路，拢无偏离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毋过山头坛还未废除，人民嘛还未坚心决意归向因列祖的上帝。约沙法其他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哈拿尼的囝耶户的册。这本册嘛收伫以色列列王史。后来犹大王约沙法甲作恶多端的以色列王亚哈谢结盟，两个王做伙伫以顺加别坐船要去他施。迄时玛利沙人多大我的囝以利以谢讲有言攻击约沙法，因为你甲亚哈谢结盟，上主要破坏你造的船，船果然失事，袂当去他施。